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桃园有80个环保志工到宜兰的太平山游览，想袂到半路来出车祸，一个人死亡，38个人轻重伤。游览车的司机讲，这落架时阵档啊失灵，先去弄着护栏，反弹转来，搁去弄山壁，规台游览车是倒摊起。 司机妨用过失致死甲伤害罪移送法办，检察官问过笔录了后，以20万块来交保。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嘛赶到宜兰，透明来调查着车祸的原因。根据了解，这间游览车公司过去有几啊届违反路基法的记录，这个司机伫6年内嘛有6届的交通违规。 再倒滑过来，都看到头前的游览车并车，场面是真混乱，后边民众是赶紧冲过来救人。大概这2个有轻伤的。昨下晡3点多，宜兰太平山宜泉一线，80个来自桃园的环保志工来旅游，煞伫中途发生意外，造成1死38伤的悲剧。他喊什么？刹车外刹车失灵啊！叫你们抓紧这样子啊！对啊，一紧张条破山了。失速啊，就踩刹车、拉手刹车也都没有用啊。哦，这样子。所以你那个时候有广播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状况。导游有讲。西轨司机一透早面对着记者的问话，跟他溜溜的握手。伊讲车辆是因为卡档啊失灵，紧急由手档啊嘛无法度停车，先弄着护栏，再去弄着山壁来并车。规过程敢若短20秒。那车祸原因是不是和司机讲的同款？或者是有其他关键，拢会正做文安会调查重点。现在游览车方在3线分局来调查这个驾驶所提的是不是刹车失灵的状况那现在警察跟检察官也都这个开始在做调查。西轨司机问话了后，被依照过失致死罪来上班。一个查甫人讲，伊是受到游览车公司董事长的委托来替司机办保。根据了解，游览车公司嘛捌过6摆违反路基法。这个司机6年来冒过6摆交通的违规记录。这边发生事故，4人受伤，更造成1条人命无法度挽回。那车失控的真相也搁咧调查。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